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遙口腔沙頭角店毛醫生。我哋作為牙科醫生咧，經常會遇到好多患者朋友咧問同一個問題：毛醫生啊，我啲牙齒爛得好深，究竟咧係剝咗佢後期種牙抵啲咧，定係杜完牙根做翻個牙套套住佢抵啲？其實呢個問題咧唔係一個絕對嘅問題。今期咧我哋講講杜牙根之後做牙冠同埋剝咗呢個牙齒種植牙嘅優勢、缺點、費用。今期咧，我哋嚟討論下呢個問題，即係杜完牙根做牙套，剝咗呢個牙齒後期種牙要點樣揀，同埋嗰個優點啊、缺點同埋費用。首先咧，我哋講一講大家俗稱嘅杜牙根。杜牙根咧喺我哋醫學名叫 RCT， 係咩意思咧？就係我哋呢個牙齒壞死咗或者發炎痛嗰時咧，我哋到咗專業牙科之後咧，醫生會將牙齒打開嚟、轉開嚟咧，會將入邊感染同埋壞死嘅牙髓，牙髓入邊包括到牙神經啊、牙髓血管啦，徹底同你清除乾淨。即係類似呢幅圖咁樣，徹底同你清除乾淨。後面咧，佢同你牙根入邊咧，同你放藥消炎。等呢個牙齒咧，後期完全唔同之後咧，醫生會同你補翻呢個牙齒，即係類似咁樣嘅。補翻呢個牙齒，後期再做翻個牙套套住佢。點解要保留牙根咧？其實我哋牙齒牙肉周圍咧係有一層我哋叫牙周膜嘅。有呢層牙周膜之後咧，我哋可以好明顯感覺到。我哋食嘢咬嘢嗰時咧，係用到幾大力，呢一層嘅感覺咧係種植牙俾唔到你嘅。依家咧，我哋再講一講種植牙。咩叫種植牙咧？種植牙嘅前提係呢隻牙齒咧係徹底救唔翻啦，冇得救啦，或者裂咗崩咗嘅情況下，剝咗自己原先嘅牙齒，等3-4個月之後咧，骨頭結合咗之後，生好之後，我哋再種入一粒種植體，呢個種植體係鈦，個成分係鈦啊。種完粒釘之後咧，我哋等3個月之後，再上面就做翻個牙冠，咁樣叫種植牙啦。乜嘢情況下適合於種植牙？當我哋牙齒咧已經出咗爆裂、牙根裂。或者呢個牙齒已經蛀到深到連埋杜牙根都救唔翻，甚至做牙套都救唔翻嘅情況下咧，或者長期牙齒缺失，令到隔離嘅牙齒都已經移咗位，長期大範圍牙齒缺失嘅情況，咁樣適合種植牙。簡單嚟講咧，杜牙根係救翻我哋自己嘅牙齒，種植牙咧係冇咗呢個牙齒。俾我哋有第二次有牙齒食嘢嘅機會。咁杜牙根咧有咩優勢？我總結咗3點。第一咧，保留自己嘅牙體，可以感受到咬嘢嘅壓力。頭先講咗，我哋牙齒牙肉周圍咧係有一層牙周膜嘅。當其時我哋咬嘢時咧，呢個牙周膜咧佢會收縮，然之後咧，當你鬆開牙齒嘅時咧，佢又彈翻，就可以好明顯感覺到。我哋咬嘢需要用到幾大力。第二，可以避免創傷。杜牙根咧就唔使經歷好似種牙需要植骨粉啊、切牙肉啊、轉骨頭啊，或者後期嘅腫痛。第三，長期成本效益好。如果呢個牙齒救得翻，可以經過杜牙根嘅方式留翻呢個牙齒咧，然之後咧。健健康康咁維護，做翻個牙冠，起碼咧呢個牙齒咧可以堅持用到10幾20年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咁又有朋友問喎，咁我杜完牙根之後咧，呢個牙齒可以用得幾耐？當我哋嘅牙齒杜完牙根之後咧，就係冇咗神經線啊嘛，冇咗神經線之後咧，呢個牙齒咧就少咗呢個神經線提供嘅營養成分，所以呢個牙齒會變得比較脆。大家喺做完牙齒之後咧，千祈唔好為咗慳錢，淨係補咗呢個牙齒，一定要杜完牙根之後咧，補完牙齒之後，要做翻個牙冠，包住呢個牙齒。咁做完牙套之後咧，都唔好話諗住
我一勞永逸嘅，我哋都要定期做護理啊，要好好保養啊。以下幾點咧，大家要注意啊。第一，大家千祈唔好為咗慳錢啊，唔去做牙冠，我到時咬嘢裂咗麻煩啦。第二咧，千祈唔好咬太硬嘅嘢啦，我類似堅果殼、蟹殼同埋好多硬嘅嘢。第三，保持清潔，一定要用牙線清理呢個牙套嘅邊緣。第四，一定要定期檢查牙齒。我哋建議咧係1年過嚟照一次 X 光片，睇下呢個牙腳咧有冇出現變化。頭先講咗杜牙根，依家我哋就係講一講植牙。咁植牙咧又有咩優勢？首先咧，植牙咧係唔會影響兩邊嘅牙齒。我哋嘅傳統做牙橋咧係要磨兩邊嘅牙齒啊嘛，磨兩邊牙齒之後咧，用兩邊嘅牙齒揼中間呢隻牙齒，咁啊又會傷兩邊嘅牙齒啦。種植牙咧就完全唔使。如果啲牙齒冇咗之後咧，直接喺呢個位置種一粒釘入去，等骨頭成形之後咧，我哋上面做翻個牙套，咁樣咧唔會累埋兩邊嘅牙齒。第二，咀嚼嘅成本高，我哋種植牙咧，佢種完之後可以同我哋平時嘅咀嚼功能係一模一樣嘅。佢咬合個力度咧可以傳達到牙槽骨，咁樣咧佢會比做牙套啊或者去做活動牙個舒適性會好好多。第三咧，可以預防牙骨萎縮。當我哋牙齒剝咗之後咧，個骨頭咧會慢慢萎縮。但係有種植牙之後咧，呢粒種植體佢會刺激我哋嘅牙槽骨啊，預防個骨頭萎縮。好多人以為種完牙齒之後咧，可以唔使理佢，啲種植牙咧可以用到老。呢個觀念咧，相信大家都會有嘅。我用到咁多錢種咗隻牙，呢個牙齒我一定可以用到老。唔係喎，注意種植牙都會有牙周病。我哋嘅種植牙種咗入骨頭之後咧，經過3個月或者半年時間去愈合，做完牙冠之後咧，大家一定要更加注意。首先咧，種植牙同自己牙齒之間啦，可能會攝嘢肉啊，或者食啲菜嘅時咧，有可能呢啲罅入邊咧，就可能會攝到啲嘢。所以大家食完飯之後咧，一定要清潔。如果唔係啊，時間長咗之後，會生成一個叫種植牙周圍炎。平時咧，有啲人係刷牙刷唔乾淨嘅。冇話種植牙啦，我哋自己牙齒都會有牙周病。咁咧，種植牙周圍炎咧，點樣去預防？第一，種植牙都要同我哋自己牙齒一樣，早晚刷牙，用牙線清潔牙啦。第二咧，要用專門嘅種植牙牙縫刷同埋水牙線配合使用。第三，要定期去種植嘅牙科檢查粒牙齒骨頭有冇萎縮，同埋咧種植牙兩邊嘅牙齒有冇牙石。第四，如果種植牙周圍炎唔去及時處理咧，佢都會令到種植體入邊嘅骨頭萎縮，最終咧呢個植體咧都會出現一個鬆動脫落嘅機率。依家咧，我就係講一講杜牙根、做牙冠同埋種植牙嘅費用。我哋市面上杜牙根咧要去3到4次，杜完牙根再補牙再做牙冠，呢個費用咧大概都喺3000蚊至4000蚊之間。而種植牙咧，點解市面上咧有平有貴咧？係睇下面粒種植釘呢粒釘嘅質地。呢粒質地咧，佢同廠家、國家、系統都有區別，大概費用都係去到3000蚊。依家市面上咧3000蚊至萬幾蚊，但係入邊有好多系統、好多國家嘅可以揀，大家根據自己嘅需求去選擇。最後咧，阿毛醫生俾大家一個建議唔好再問呢牙齒需要杜牙根咧，定係種植牙嘅問題啦。要聽醫生嘅建議，睇下你呢個牙齒適合係杜牙根定係種植牙。
我哋首先嘅目的咧係保留自己牙齒，咁就最好啦。保留自己牙齒咁樣咀嚼同埋食嘢有味道啲。有啲話我種咗牙齒係冇味嘅食嘢。第二咧，呢啲牙齒喺專業醫生嘅建議下咧，係真係唔建議保留啦。或者杜牙根都冇必要啦。咁啦，大家都考慮剝咗佢再種植牙。當然咧，種植牙咧，大家要揾一個比較性價比比較高嘅系統，同埋失敗機率比較低嘅系統。第三咧，唔好諗住剝咗啲牙齒種植牙呢啲牙齒就唔好用啦。唔係啦，種植牙係冇咗牙齒嘅最佳代替品。我哋種完牙齒之後咧，其實食嘢同你自己嘅牙齒個體驗係一樣嘅。我嘅建議係呢啲牙齒可以救，一定要救。如果救唔到啦，我哋再考慮換種植牙。好啦，今期節目咧，毛醫生同大家講就係種植牙同埋杜牙根嘅去留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嘅牙齒知識咧，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。我哋下一期再見，拜拜。